这里的温度是你们无法想象的高。你们看，我家篱笆墙的外面就是祖国最热的地方——吐鲁番的火焰山，每天40-50度高温，就在这样一墙之隔的旁边，很近很近。我在这里挖了个大坑，给你们看一下火焰山到底有多干，到底有多热，全是这样满地随风飘舞的干沙土，见不到一滴水。这贵。